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北京、上海一季度的这个消费。前两天我们已经介绍了北京的这个消费一季度，无论是1到3月还是3月份单月，同比都是比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根据北京市那个统计局公布的社零数据。今天我在财经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它是一个叫夏一林的写的，叫京沪一季度社零同比下降，超一线城市消费为何承压？也就是他说这个不仅是北京上海一季度社零数据也在下降。为什么北京、上海作为中国超一线城市最好的两个城市，它社零却在下降呢？他这文章他在前言部分说他说不同品类消费品以旧换新效果相差较大，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意愿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的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说公务消费受限，持续拖累餐饮消费。他说为什么北京、上海这个餐饮行业不行呢？他认为是公务消费现在低迷，导致北京、上海的餐饮业比全国其他地方更要差。我们看看他这文章怎么说的他说一季度全国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4.6%， 京沪却同比下降。2025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下，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6%， 高于2024年全年 1.1个百分点。但京沪这一数据却出现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据北京、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北京和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下降 3.3% 和 1.1%， 上海下降还稍微少一点，但那也是下降了。北京降幅比2024年全年走扩，也就是多也就是下降更多 0.6个百分点。上海降幅虽收窄2个百分点，但仍然下降。3月全国社零增速录得2024年以来单月最高，而北京社零同比下降 9.9%， 降幅较1到2月扩大 9.8个百分点。除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北京还公布了包含服务性消费额的市场总消费额数据，一季度同比增长 1%， 低于2024年全年1个百分点。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 4.7%， 低于2024年全年 1.8个百分点，但表现要好于社零增速。北京市统计局分析称，一季度全市消费品市场整体恢复放缓，部分消费领域受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竞争激烈以及竞争优势减弱等因素表现不佳。从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汽车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下降 19.9% 和 25%， 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卢哲对财新表示他说北京、上海这两个超一线城市消费增速自2024年年中以来一直弱于全国水平，因为这两个城市原本的基数太高，出现负增长是正常的。同时，随着此前实施的补贴政策退坡，对消费的刺激效果也在逐步减弱。北京市统计局在一季度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解读中称，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限额以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新能源汽车类等商品零售额实现增长，合计上拉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6个百分点。这个是多还是少呢？从数据看他说不同商品类别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相差较大，补贴效果较好的是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新能源汽车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9% 和 5.9%， 但受占汽车类零售额70%的传统燃油车消费低迷拖累，一季度汽车类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9.9%。 他这个说的汽车零售额70%还是燃油车燃油车低迷导致整个汽车消费叫不旺吧。2025年新纳入以旧换新范围的通讯器材类消费受政策提振作用不明显，一季度同比下降 25%， 远低于全国的增长 26.9%。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对财新分析称
他说，由于北京对汽车车牌的严格限制，以旧换新政策在促进北京汽车消费方面效果非常有限。这个卢哲则提醒，商品补贴带来的需求增长如同潮汐，快速上涨，快速减退，存在透支未来的风险。上轮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分别在补贴第2年和第4年左右出现透支。从目前的表现看，汽车类消费在以旧换新各品类商品中最先出现衰减。2025年1季度，全国汽车类消费同比下降 3.7%。北京1季度各类商品零售额中，金银珠宝类消费表现最好，同比增速高达 28.5%。由于社林统计采用名义值，金银珠宝类的高速增长或受益于金价大幅上涨。2025年3月末，金价较上年同比上涨 37%。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你金价比去年增长 37%， 但是我们这个金银珠宝类消费比去年只增长 28.5%， 你价格涨得更快那就说明本质上你这金银珠宝的消费还在下降就你买的克数嘛。如果你买的克数多了，你价格又涨了，那你这个消费应该是远远高于金价的这个涨幅金银珠宝的消费没有超过金价的涨幅，那只能说明你买的克数少了。所以你看还是消费不旺，黄金珠宝还有投资的这种价值，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买的人也没有以前多。你看陆挺表示他说，虽然黄金被列在消费项里，但是投资属性更强，很多人对现在的财富保值增值有些忧虑，尤其是前2年在房市和股市上有点受伤，更不愿错过这次金价大涨行情。而在流动性方面，黄金投资也对其他消费品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所以我觉得专家还是没有看明白，北京市的这个第1季度这个金银珠宝的消费本质上它是在下降的，涨是因为它价格涨得快。说上海1季度各类商品零售额表现与北京有一定差异，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限额以上单位家具类、通讯器材类和新能源汽车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20%、10.7% 和 10.6%。1级和2级能效家用电器、文化办公用品类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74%、90.6%， 但并未公布汽车类、家电类和文化办公类品类的总体增速。金银珠宝类下降 9.2%。 好了，这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你把2个超一线城市，一个北京上海，把它的数字进行一对比，你就发现这问题挺多。上海的金银珠宝类还下降 9.2%， 北京是增长 28.5%， 这个数字太怪异，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你说你怎么解释北京人就更爱买这个珠宝，而上海人不爱买珠宝？没这道理那北京为什么能增长 28%， 而上海还下降 9.2%？ 那上海的黄金金价在下降是吗？上海的有些人跑去买房子去了，所以搞得上海那个豪宅日光，所以他们没有钱去买珠宝，是不是这个逻辑否则你怎么解释嘛？北京人更爱买珠宝是吗？但是北京人买珠宝的数量比去年还少，这些不合理的数字就说明，对吧？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就这些数字你都要打个问号，它怎么合成的，怎么统计上来的，对吧？要么这里面反常现象你解释不了。这个文章说它是究其原因，居民财富缩水持续影响超一线城市的消费。他认为这个是居民财富收入缩水了，所以北京上海这个超一线城市消费受到影响。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符合这个客观实际。一位国内券商宏观分析师对财新指出他说，一方面京沪房价下跌导致居民财富缩水，降低消费意愿，另一方面京沪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全国增速，拖累非必需品消费。他说数据显示他说1季度北京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5%， 分别低于全国 0.5 和 0.1 个百分点。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的边际消费倾向，1季度为 56.5%， 明显低于全国 63%。 上海的情况也类似，1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6%， 边际消费倾向只有 54.5%。 按照统计部门的口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仅包括商品消费，还包括餐饮消费。2024年以来，餐饮消费低迷是拉动京沪消费的重要因素。2025年1季度，北京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3.8%，
降幅较2024年全年收窄1.1个百分点，但表现仍低于商品零售。上海市统计局尚未公布一季度消费的具体数字。1到2月，上海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4.3%， 而商品零售下降 0.5%。你看啊，无论是北京、上海，这个餐饮都是最惨的。我从去年开始，咱们就关注到了上海这个高端餐饮啊，好像1700多家，一半倒闭。那北京规模以上的这个餐饮企业没有利润，连胡一进老师都说，对吧？他们家门口人均100-200的那个餐馆，现在变成30-40，人均消费啊都降级了。野村证券那个陆挺啊，对财经分析称，金融行业降薪普遍。作为全国金融机构总部与监管部门聚集地，北京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比例较高，因此所受冲击尤为显著。同时，中央8项规定对高端消费抑制效应仍在深化，对公款消费、公务接待等方面限制的效果逐渐显现。此外，京沪餐饮消费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跟外资撤离也有一定关系。一位内资券商银行业分析师也认为，京沪餐饮消费中公务宴请占比较高，现在大家都在控制费用，降本增效，影响很大。这是财经网的报道啊。实际上，如果光北京这个社零拖全国后腿，那你还说，对吧？北京是情况特殊，但是现在上海也拖全国后腿，北京、上海两个地方都拖全国后腿，那你怎么说？上海可是经济中心啊，对吧？就是你可以说上海是全国最有钱的地方，你这么说毫不夸张。结果上海的这个社零也拖全国后腿。实际上我在想啊，这个财经网的文章分析的这个原因之外，就是他总结的原因肯定都是这个导致超一线城市社零数据下降的这个原因啊。但是啊，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原因，我认为啊，是北京、上海的数字相对客观，也就是其他地方报上来的数字，你都要打个问号。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北京、上海报上来的数字更接近客观实际，而其他地方报的恐怕水分比较大，他们都是根据那个目标啊 KPI 去报数字。当然我们也只能是合理怀疑啊，不光是北京、上海，因为去年基数大，所以它增长的慢，这个也是个解释之一。但按理来说，基数大，它增长的潜力也大呀。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外资撤离对北京、上海影响更大，这个我想是原因之一啊。第三个呢，就是总部经济啊。总部经济什么意思啊？对吧？各大建筑行业的头部企业、房地产企业，对吧？他们都要跑步进京啊。这北京、上海这些地方，高端商务宴请本来是占主流，那现在这些随着经济下行，高端商务宴请啊，一是没那个必要了，对吧？房地产低迷，是谁还请你喝茅台啊？对吧？一晚上消费多少万的，能省就省了，对吧？现在你就是搞了工程，死乞白赖的跑到那个上海、北京去找人，你搞了工程你结不了账啊，有这个必要吗？所以这种还有其他的，因为经济遇冷，所以商务活动肯定也是遇冷嘛。大家的本能的少花钱，这个确实这个北京、上海恐怕受影响比较大。然后文章也说了，公务宴请，就那个因为这个8项规定，你再跑到北京请人吃饭，跑到上海请人吃饭，人家不敢去了，这逮住了还麻烦呢。对，这也是原因之一啊，我认为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作为超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他们的这个数字恐怕更接近于现实，这个地方上恐怕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呢，对吧？就按照那个5%来报，这不你不给我定的是5%吗？那咱们就围绕这5%做文章啊，谁敢报少了呢？哎，我这么说啊，很多人都懂。你只要报过这数字的，每个地方是工信部嘛，啊，工信厅、工信局，好像他们负责这个报数啊。你这企业每年生产多少，报多少，对吧？你只要报过的，你就懂这中间什么意思。换种说法就是，可能各个地方啊报多了，一下导致北京、上海落后了。你再穷，你能穷北京、上海吗？这个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啊。大家还记得吧？我记得以前咱们介绍过云南。你上海它要负责转移支付，还有什么对口支援，很多地方啊，比如说云南、昆明，比如说这个边远地区，上海都要对口支援。什么叫对口支援呢？大家还记得这个疫情口罩结束之后啊，这个昆明的什么城投啊，昆明什么要暴雷没钱，要到上海去，理由就是上海本来是啊对口支援昆明，每年要给他拨多少钱的，支援多少钱，但是因为这个口罩期间都没钱，上海不也没钱吗？上海的号召党员捐款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吗？所以上海恐怕就给这个昆明的这个钱没到位，昆明那边城投各种
地方债就要暴雷，然后昆明那边啊专门有负责的，对吧？这个领导到上海去交涉。哎，咱们这个节目都介绍过，这就说明上海要给他们钱呢，要支援他们。那现在好了，你看我上海我都不行了，你看我这个社林，对吧？我这消费，我这经济，哎，合着你们的比我好啊，那你好意思还跟上海要钱吗？对吧？你们发展都这么快，我这已经拖全国后腿了。我估计啊，北京、上海这个情况它一真实，各个地方，对吧？你要报这么快，你报这么多，你也不好意思再伸手跟北京、上海要钱了，要支援。北京的国企、央企，对吧？上海的国企、央企公务员，他们工资啊受限，有的不仅没有增长，恐怕还在下降，效益不好。但是没道理说，在北京的这些央企、国企或者上海的央企、国企工资在下降，地方上央国企反而工资还涨，这个也解释不过去啊。当然了，我们还可以怀疑啊，因为北京、上海的高房价本身也抑制了消费。刚才文章说了啊，是北京、上海的房价下跌抑制了消费，这个也好理解。这个我记得以前这个付鹏啊，他就说过，因为老百姓的资产60%、70%是房子嘛，那你房子缩水了，那大家的心理受了影响，所以勒紧裤腰带，不敢消费。这个咖啡啊，改成喝这么8块钱2杯的，这是房价缩水，就是财富缩水导致的这个大家勒紧裤腰带。实际上我认为啊，北京、上海的房价高房价一样会抑制这个韭菜消费。你不能否认，现在有很多韭菜啊憋着一股劲，准备等着你北京、上海放开限购。他现在就是攒钱呢，因为他知道你迟早要放开限购，那我就要买房。但是你房价也这么高，所以他就攒呢，买了房呢，想办法攒钱就还按揭贷款，提前还。你利息高啊，对吧？现在所以说已经买房的这些韭菜啊，玩命的在存钱还按揭贷款，他是不会消费的。那些还没买房的呢，还没入坑的那些韭菜，他认为他再努力2年，对吧？这个正好一放开限购，我就有资格买了，我攒的钱就差不多了，付首付。我觉得这个是原因之一啊，所以这也抑制了很多人消费。这个其他地方呢，你比如说，对吧？广州啊、杭州啊这些地方，因为它早就放开了，能买的早买了，不能买的反正也就那样了，所以它影响稍微小一点。所以我认为啊，确实有一批人呢是在憋着一股劲，要么就是还按揭贷款，要么就是存首付、攒首付啊，准备买房。所以这些人你怎么刺激他，他也不会消费。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办公用品这个增速，上海是没有公布，就上海它没有单独的公布文化办公用品，但是北京是公布了的。这个文化办公用品啊，它主要跟公司有关系，对吧？你新开设的公司，那你文化办公用品消费就大。你的公司，对吧？越多，公司的增量多，公司的业务多，文化办公用品这个增量也就大。所以文化办公用品它没有增幅，就说明这个城市啊，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堪忧，公司都在倒闭，没倒闭的业务也少，对吧？这个又对就业有关系。所以你要结合这个超一线城市这个写字楼的空置率，你比如说北京、上海写字楼空置率是不是一直在升高？这2个指标是相对应的，写字楼的空置率和这个文化办公用品这个可以互相映照，说明企业经营活动没有以前高，没有那么活跃。这个又对应了外资撤离，是吧？外资撤离导致你的这个文化办公用品这个增速下降，或者它就没有增速。大家知道吧？就是北京的望京啊，以前有多少韩国人呢？韩国企业多的时候有几十万韩国人呢，那么多韩国人，那你要知道有多少韩国企业在那儿扎根。但是现在你再去看看，超一线城市消费不振，龙头消费不振，对吧？其他的地方迟早会露出马脚啊。毕竟还有很多地方是靠转移支付啊，地主家都没余粮了。所以我只能认为啊，这个含义啊，实际上已经到了各个地方，只是有人想办法在掩盖。纸啊是包不住火的，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啊，总有扛不住的时候，对吧？总有寒冷的时候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